续来看这个以色列甲哈马斯起烧战，有一个调离的以色列机场的台湾民众真不满。伊讲，伊想要改机票提早来离开，所以请驻离的当地外管人员来协助。想袂到对方冷甲回讲，请你家己上网来订机票。外交部针对这种甲事实无符合的讲法，表示痛心甲遗憾。外交部讲，因为改机票需要个人的信用卡等等稳密的资料，需要本人就网才会当来办理。外交部讲，因会当做的拢真尽力。台湾旅客翕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相片，真侪要离开的旅客拖行李箱，队伍是排甲热长，不管是柜台或者是走廊，四界拢是人，其中嘛包括调伫咧以色列的台湾人。有台湾人伫咧面册顶写，机场拢是戏票来文的广播，佮有轰隆隆叫声音。短短1分钟的时间，佮一直传出囡仔的哭声、查某人叽叽叫声音，就亲像炮火随时会击着机场同款，这样可怕。只是想要改机票提早离开，请外管人员斗3天，人煞甲应讲，请你去线顶订机票。同仁更在阵阵空袭警报声中，以及自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，一边避难，一边与需要协助国人积极联系，并提供协助。不仅协助旅游团体洽查离境的机位，住宿更收到数十通在以色列自由行的国人电话。办事处会董事长讲，已经有台湾旅客透过航空公司换机票，另讲要搁再联络航空公司。董事长真无奈讲，就是已经联络过，无人要斗3天才会找办事处。强调有飞弹飞过机场，想要赶紧离开。想要到办事处说讲，飞弹飞过是一回事，按照安全人员的指示去避难就好。机票嘛是要请恁家己去联络航空公司，或者是伫咧网络订机票。董事长感觉食着鸡，落尾家己想办法。对这件代志，外交部回应，因为改票需要个人信用卡等稳密的资料。需要本人伫咧网络办理，住处的董事冒问，敢有别项需要斗3天的所在？台湾人讲暂时无。事实查证后证明，对于国人受困海外，不论是天灾、战乱、重病、意外，或是受到诈骗，驻外同仁一定全力积极协助。对于一再污蔑驻外同仁的说法，外交部也会全力持续捍卫同仁的声誉。外交部嘛强调，拍歹驻外人员的名声，讲法都无对等，感觉真遗憾。这场战争嘛考验外交部的处理智慧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